好，來繼續來看高雄一個男子食毒塞車違規迴轉，看到警察要甲搬走，心虛逃走。啊，佇逃走的過程當中，佫來衝撞到警察，最後互壓制逮捕。這些誠濟食袂了路，無駕照、食毒塞車、拒絕臨檢、違規迴轉、衝撞警察，等等，講安尼鬥算咧，罰單是高達41萬。三更半暝，一個男子抱一大頂眼鏡壓制在地，一直咧哀講我會驚。趴下！原來伊食毒塞車，心虛拒絕臨檢，想要逃走，佮傷害員警。你敢弄誒？哈！我甲你弄！哈！你無嗎？員警佇掠人過程中傷，以強制力將嫌犯壓制，佇伊車頂敲出着毒品。這啥物件？阿言大講這啥物件？來，你看。這個細膽的男子，今仔日早起，先佇三平區九四二路甲山東路口違規迴轉，警方甲查落個問話，發現伊無駕照，車頂閣有毒品的味，結果伊竟然還想要落跑。自用車就是比較馬路中，然後那時候就聽到外面不要動，給他跳起來。警方佇伊的車頂敲出安非他命甲喪屍煙彈，快篩結果是陽性的反應。全案訊後，依刑法妨礙公務、公共危險及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移送高雄地檢署偵辦，並建請聲押。細膽的男子除了愛面對刑警，伊個無駕照、食毒塞車、拒絕臨檢、違規迴轉、真濟件交通違規，加咧攏總愛罰款41萬6千9，一聲有影上中。